好，来副歌来了，副歌来了。时间啊，等啊，好，重点讲一下哈、吸干的干二声，然后吸干两个字要快哦。吸干，很多人会唱成吸干，实际上是错的。吸干啊。好，啊二声的啊的抖音完，记得一个下滑音，再接回来一个啊。好好，来注意听哦。时间啊，像放烟火一样往上唱，再往下丢，掉下来哈。时间啊，等啊，来继续来。好，然后朗呢，你想要直接收或者是唱跟它一样啊的抖音收都没有问题，其实听起来都是顺的啊、没有绝对了啊。好，加在一起试一次好不好？来，时间，过来收，岁月已经离出地头鬃。好，很棒。岁完的岁有一个 A 要记得唱，然后呢，北桃张的桃乌，回到乌的嘴型，桃乌张。哎，岁月已经离出北桃张。很好，过来，缘分啊，又掉下来了，有没有？好，这里试一试。不由人，不是不哦，不是不，二声不，哎，好来，继续看，缘分来，啊，不错，我们一起唱一次，缘分啊。下面心阳关放，好，心闭口音，心阳关放，下面哦，心阳关放，关放。哦，有两个，那个两次的关，它都有二声跟四声，你都要注意哈，给它加在一起。心阳关放，下面情阳关放，瓦力。情阳关放，下面哦，这个人生啊，定来几回要念清楚哈。人生啊，定来几回敢会当。人生啊，定来一回敢会当。好，所以人生啊，定来一回敢会当，安尼规句一组哦。好，但是咧，这句的重点是去三字，都三字。敢会当是这一句的重点，所以它会比较重。人生啊，定来一回敢会当，安尼了解吼？好，试看卖。如我所愿。好，我们从副歌时间啊，修到如我所愿来一次哦，来，时间来。时间啊，等啊，岁月已经离出白头鬃，缘分啊。
过来。人生若迎来一回，敢会当如我所愿 ？OK， 好，然后呢，全部副歌会再重复一次，第3段的时候会唱高的，如我所愿，嘴巴一定要打开一点，把你的那个气把它推出来多一点点，这样子，好，最后其实就这样子了哈，好。